屏东报道。台海情势紧张，总统蔡英文今是去到澎湖勉励官兵，参加陆军五德营区的员工启用典礼，替国军来加油，发加菜金。2、1。过年就特别到啊！总统蔡英文勉励国军的第一个行程，就是来到澎湖发加菜金。除了见证五德营区的设施完工以外，机部人嘛得是强大的战力。蔡总统强调，即马澎湖是咱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。未来政府也会持续的扩大对国军的支持。我们澎湖的部队位处重要的战略位置，各位都是身负重任。我要再次感谢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努力和付出。过年期间，轮值的弟兄姐妹辛苦了，记得打电话问候家人。陆军展示训练成果，伫澎湖进行反机港作战演练。因应中共可能利用直升机来攻击澎湖机场，头先就是派出无人机进行电子干扰，还有航空部队的作战。其中上受到注目的就是 M601-3的火力反制，充分展现咱国军反制敌人的能力。另外，蔡总统即届来视察的五德营区，也就是兴安专案伫外岛地区第一个完工的部队专用营区。靠地型的配置会当阻挡寒天的季风，也有降低热天的曝日。也若所有国军的宿舍拢是采用套房的设计，希望会当提供更较完整、舒适的生活设施，也有大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